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待降节第3个星期五，12月19日。主题是重水。预备聆听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，如印记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雅歌8章6到7节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，如印记，戴在你的臂上，如戳记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所发出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我们要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洪水既不能熄灭，也不能淹没爱，这对你意味着什么？特别当这是关于上帝对你和对世人的爱。雅歌在圣经文学中独树一帜，它是一首爱情诗，其重点不在遵守律法，而是使人得到自由的爱。它是女子新娘和她的爱人新郎之间的对话。今天我们诵读的2节经文，由女子吟唱构成这首诗的高潮。开头的2句话至关重要，将我如印记。在古代文化中，印记象征着一个人的承诺和正直，它表明一个人的诺言具有约束力，它也向世人展示你属于谁。印记的必要性是因为爱，爱是强大的力量，如同死亡一般强大。我们通常不会将爱与死亡正向并论，但它们确实有相似之处。我们常说，人生只有2件事是确定的：死亡和缴税。新娘将爱与死亡做比较，改变了这种看法。爱与死亡一样确定无疑，而且和死亡这种一次性的未来事件不同。爱，尤其是上帝的爱，是一种现在进行式的实现。我们此刻就能感受到它，并且永远都能感受到它。这首诗的解读有很多种，其中一种是将其视为基督对门徒个人之爱的象征。他的爱不会被重水淹没，也不会
被混乱的威胁摧毁。保罗宣称，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罗马书8章38节。爱不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。任何试图用家中所有的财富去购买爱的行为，都必将被彻底藐视。我们只能接受这份爱，并以谦卑的心回应它。你经历过哪些象征性的洪水？又是如何存活下来的？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因着你的爱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，求你将你的爱刻印在我的心上，使我活在爱中，爱你，爱自己，也爱我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安静休息在基督那确实而强烈的爱中。